盯着你。对，好，起开，注意啊！超哥，你想干嘛？做一个重心往右边一点，可以。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上新的车祸意外消息。一个查甫人昨下晡2点钟塞车来到新北市邦桥，经过宽和路4段，抑个有花岗5路12路口的时，敢因为一时细心，一个路无熟，直接弄到中央隔冰岛，规台车煞冰车冰180度。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张培珠来查了解。培珠。好，诸位观众，驾驶一路直行，只见前方轿车疑似越开越偏，下一秒突然撞上分隔岛，整辆车180度翻覆，整个过程都被驾驶的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吓得赶快报警。事发就在1号下午，詹姓男子他开车准备前往板桥，行经板桥环河路4段及华江5路口时，直接撞上快车道分隔岛，因为撞击力道猛烈，车辆当场翻覆，4轮朝天。当时詹姓驾驶自行从车内爬出，所幸没有受伤。而警方到场后对驾驶实施酒测，确认驾驶没有酒驾。而詹姓驾驶他也供称自己是台北人，对于新北市的路况比较不熟悉，加上当时疑似有点晃神，才会不小心撞上分隔岛。所幸当时后方驾驶也有保持安全距离，并没有追撞上去，虚惊一场。以上就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形，先交时间交还棚内。另外一个详细的消息，要继续来关心台北地检署侦办国安特勤人员牵涉走私免税分的案件。头一届以被告身份调华航顶司来问话，透早已牵涉到道理罪，互华航经空品处处长邱忠信70万交保。案算今仔日上紧到可能会传华航董事长郑世谦到案说明。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张栋来查人了解。张栋。好的，诸位观众，检调侦办新案呢是已经来到了第2个礼拜。那最新的动作呢，就是他们已经大规模的约谈6名华航涉案的高层。那原本呢是以这个证人身份来这边做这约谈的空品处的协理余姚呢，他昨天呢检察官是以被告的身份又传唤了他。那讯后呢是以50万元来交保，因为他涉犯这个图利罪的部分，最后是以50万元来交保。那另外呢，这一个已经审引了很多天的华航2名前副理，包括了罗雅美还有邱彰信。那昨天呢，也是被检察官一同呢请到这个北检来做侦讯。那罗雅美讯后呢是无保请回，邱彰信呢则是也是因为涉犯这一个图利罪，被依照70万元来做交保哦。那其实检察官呢，他们这一个昨天呢是已经约谈了6名华航的高层，那另外他们也是有大动作的到这国安局呢来约谈呢。名单上面，团购名单上面可能有购买私烟的这个名单。不过呢，因为国安局的人员他们目前都是在秘密的地点做侦讯，没有带回检察官办公室来这边做侦讯哦。那其实今天呢，据了解，检调呢还有很可能传唤另外1名华航的高层，也就是华航的董事长谢世谦。主要就是因为呢要来厘清这个华山空厨呢，他们怎么会在专机到达机场的时候呢，会腾出一个这么大的空间来给他们放这些私烟？怀疑呢这个高层也就是董事长谢世谦也是知情的，所以最快呢今天也会传讯他们来到案说明。那我们也会在现场为你持续掌握最新的状况，先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张董。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宣布正式成立台湾民众党。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伊嘛参讲，到时阵要这个郭文哲就以党主席的身份出来选总统。郭文哲又阁是安怎回应？详细情形继续交记者吴医生来查人了解。医生。好，各位观众，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一宣布要组党之后，让高雄市长韩国瑜也有些焦虑。怎么说呢？昨天他在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他就有特别的来提到说，柯文哲一定是会用党主席的身份来参选总统，只是现在呢，他还没有跟郭台铭联系上，所以连韩国瑜都急得不得了。对此，柯文哲怎么说呢？来听听稍早访问。不要猜测柯文哲的行为。我发现
柯文哲是很难猜测的人，所以是这样的。你还没想好？不是啦，我跟你讲哦，常常是这样嘛，他可以预测嘛再过再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他又预测错了。例如姐这几天一直密集的跟郭台铭发言人通电话，是两边有合作的。你怎么知道他密集通电话？他自己讲，那个刘同自己讲的。没有啦，跟你讲这个一天打一通电话，你要说这么密集密上那另外。今天就打了2通，光早上就打了2通。哇，你怎么？刘同自己说的。刘同。那你们问他说，你们在讲什么？那你有问蔡壁如吗？我等一下上去问他一下。好，柯文哲要大家不要预测他因为可能2个礼拜之后呢，这预测的结果可能就是错的。只不过他昨天呢是以蒋渭水的创党名称叫台湾民众党来阻挡，这也让柯文哲被前总统陈水扁批评说他是践踏台湾的文化，而且呢，陈水扁甚至还说柯文哲这个落跑市长恐怕不止一个吧，有点在暗酸柯市长一定会去选总统。对此，柯文哲说，这陈水扁在讲话都有他的步骤，但是呢，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决裂。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将时间还彭妹。好，多谢医生带咱了解现场上新的情形。另外，这方面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下早参加台南一中校校长交接典礼时，伊嘛证实讲，伊伫咧国民党初选了后，确实是有和韩国瑜见过面。咱先来听王金平上新的讲法。还有就是说，韩国瑜有当面邀约你当副手，你有拒绝，为什么？有另外的考量吗？我想他可以考量的人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多，对象很多的，所以他尽量去考量别人。所以你是拒绝他的邀约就对了。是的。好，拄则咱听到就是王金平上新的讲法。另外，其他的社会消息要继续来关心光头白日偷牵车。南投县民间乡一个查某囡仔挂嘴烟，和修理车的车厂头家一个无注意，头尾等20分钟了后，把一只价值上百万的米冷轿车驶走，甲打人也未抓到。详细情形继续要连续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戴着口罩的女子鬼鬼祟祟在修车厂前来回徘徊，趁人不注意，直接坐进价值破100万名车，要把车开走。没多久，她又赶紧离开。过了10分钟，女子再次出现，没想到这一次，她快速打开车门，直接把车开走。整个犯案过程前后只花了20分钟，偷车手法相当熟练。修车厂老板表示，还有人做接应。我们来听稍早修车厂老板娘的访问。等一下有一台 Artist 的，好像颜色还是白色的车子会从这边过去。你能比我们看一下吗？好，等一下，应该差不多了。这一台，就那一台哈。嘿 ，Artist 的。事件发生在南投县民间乡，上个月7号，一名女子疑似事先预谋，趁修车厂老板不注意，将名车直接开走，犯案手法相当利落。修车厂老板表示，平常都把车停在室内，只是稍微停在外面一下子，没想到就被偷了。他以为可以顺利寻回爱车，没想到经过1个月都没下文，认为警方办事效率不够好。对此，警方出面澄清，表示有积极侦办当中。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资讯。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这是台中市北屯区东山路半暝发生一件车祸，一辆轿车皮真紧，转弯射角，规台车抓袂牢，弄到路边的电筒，车内拢总有2个查某人，头一个时间飞出去车外，结果这个赛车人敢若有啉烧酒，家己先离开，甲受伤的3个朋友留伫咧现场。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书宏来带咱了解。书宏。好的，主播各位观众，从监视器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轿车就在大马路上180度原地旋转，车内乘客被抛出，重摔地面，看起来相当恐怖。2号凌晨3点多，台中市北屯区东山路大坑国小前，白色轿车先自撞路旁高压电箱，车轮当场喷飞，碰撞瞬间发出巨响，附近民众都从睡梦中惊醒。我看是安怎弄，结果是移动滑动。伊迄边转弯落来，是个下坡，听一个都大声就对了。迄伊也当啊打迄两片，板袂过来。迄较严重啦，迄个底下就开始滚了，滚到遐。一路滚到后壁去。哇，迄驶足紧的呢。
伊这等我路草无熟的吼，或者等我啦无迄个吼，伊迄一个大状况。肇事白色轿车车头整个撞烂，右侧车身严重损毁，后座车门整个变形，就可以想象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但更可恶的是，警消人员获报赶到，只在现场发现3名伤患，分别是坐在后座2名女乘客和1名男乘客。肇事驾驶闯下大祸后，居然第一时间打电话请朋友来将他接走，不顾伤者的安危。警方怀疑是酒驾心虚，为了规避责任才会第一时间落跑。详细的车祸主因有待驾驶到案说明。以上是目前掌握资讯，主播。多谢苏宏，继续来看到这个情形，同款嘛是互人讲喊挂挂，敢讲是有钱的乌龟坐大厅，若无钱的秀才人惊。违规驶上8万的名车，甲车插伫咧台北三创生活园区，互人讲真假死。另外，伊嘛搁站伫咧大路出入口，大家拢无法度出入。这一天拄好是礼拜日，人真济，违规停车点外钟，警察来甲伊开单，伊共款也是毋走，拢是为着要载2个查某囡仔。这款的情形喊挂挂，遮尔啊假，就是因为算的上届当执法1200块尔。夸张，停在大门口，大家都进不去。驶着高级车，驾驶真正足摇摆，就安尼甲车停伫大门口，甲路拢总挡掉的。大家要出入，就爱小心，袂堪咧气来开喙骂。但是车主咧，人就伫咧车顶，根本无要插。下来了，绿色衣服那个。车主落车害咧。原本大家叫是伊上车了后，就准备要驶走。但其实只是小可煞一下，就搁继续停落去。保全安怎扛拢无效，车主甲车停伫遮，到底又搁是要创啥？最后看到2个查某囡仔，哪行路哪耍手机啊，无要无紧上车。原来驾驶为着要等人，竟然做出这么自私的行为。他说：“我要停在这里载人，不可以吗？”这样，然后只是这样子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28号下晡4点外，伫咧三创园区的门口，一台乌色8万的轿车就停伫大门口，违规停车超过半点钟。不管保全安怎扛，还是警察来开单，驾驶就是无要插，甚至出招。车主看到警察来啊，就假做要修理车。这款违规的行为，互大家看到是一直害头。最后警方也无客气。当场以道路交通管制处理条款来开出红单，上悬会当来罚1000。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现场消息。拄则咱新闻嘛有讲到，讲伫咧国民党初选了后，王金平有和韩国瑜见过面。咱今嘛做过来听韩国瑜上新的讲法。为什么有民进党的议员每天在唱衰，每天在扯后腿，就很不希望高雄进步的样子？我哪一天说过要动工的？在什么场合？正确的说法是。我的意思是说，有外商要投入来调查、研究、探勘，研究这个商业价值。是。有2到3家，我什么时候说过动工呢？那目前，所以民进党的议员就很不希望高雄进步的样子，天天搞抹黑。高雄进步，高雄市民生活过得好，不是大家快乐吗？每天唱衰是什么意思？说我说谎，我什么时候说谎过呢？就是有2到3家厂商，也有外商要来看，在爱河上建构一个摩天轮，做可行性评估、调查研究。我的正确讲法是这样子啊。那王金平早上有拒绝说当您的副手，你怎么看？还有没有其他相关问题？王金平说拒绝当您的副手。谢谢。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郭台铭联络上了吗？这个问题好，谢谢了啊。好，咱拄则听到就是韩国瑜上新的回应。继续其他的消息，要来关心破石跑车停伫咧台北市违规停车，互人拖车。结果这个车主因为这个罚金嘛算是细条的，开搁较大条的，就是因为业者无甲这个链仔固定好势。这只600多万的跑车，一个转弯细角，就那落落来涂骹，慢把规个转去。初步估计修理车的费用可能要开30万块。车主真生气，电到要求拖车业者爱赔。一台蓝色的跑车，互拖车拖去，雄雄狗仔灵气为拖车顶个摔落来，尾手搁伫路的处10外公尺，才停落来。正8万的跑车就安尼摔伫路的，互拖车的驾驶当场惊一个公气，赶紧落车去看。这台是Porsche 911系列内底997，新车一台爱超过600万，即摆摔一个头前的慢马转去。专家讲，拖车的驾驶这些害啊，修理可能要赔30万。这是我们造成的，这当然一定是我们会负责，我们也跟车主达成那个啦，就是帮他维修到好啊。
专业的道路救援业者就讲，大部分拖违规车的拖车场为着拼速度、安全的动作拢未做甲真确实。拖车唔拿头前的叶爱叶不好，佮爱用锁保护鞍，才会当互车袂摔落来。拖动的方式是 OK 的，只不过就是它没有做防护措施，导致车子在拉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坑洞或转弯的时候，会导致车辆掉下来。这个疏忽就要赔几60万，拖车业者嘛，敢若会当承认家己唔对，答应一定会赔，未来嘛会更加细腻，袂互同款的意外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为昨起，中国大陆外号带着游客来到台湾自由行，按算讲算的下半年，大陆游客减70万人次，咱台湾观光业者损失会通超过210亿。都网友讲算笑讲安尼，李英豪都无法度来到台湾看杨丞琳，安尼踢破人的感情，咁就爱对团来到台湾。另外讲实在，影响上大就是饭店、旅社，也有包车业者。另外各大风景所在，一寡小食店，共款嘛是算断甲真严重。交通部部长林佳龙，伊讲按算要投资36亿，杀秋冬的旅游补助，自由行一个人一间房间会当补助1000块，另外外岛的部分搁加补助1000。差不多无工人食。海上旅游业者足怨叹的，就惊垦丁搁要无人啊！中国禁止中国游客来台湾自由行，观光业预估下半年损失可能会超过210亿。会受很大的冲击，对我们饭店的一个缺口大概有500万的短收。敢若垦丁一间饭店短短半年可能就会减500万的业绩。中国游客无来，影响上大的就是旅馆、租车业者，各有各大景点相关卖食的店。过来，各有观光业者讲，这波是100万级的寒流。这一般的这个人客吼。阮都做袂到啊，对阮影响较济啦。统计这几年来台湾的中国游客愈来愈少，自由行的人数为133万人减到107万人，啊，带团的更较惨，为免200万人减到敢若剩75万人。对这点，饭店业者嘛赶紧想办法来补救，煞买一个送一个又抬出来。每日可以提高大概30间左右，所以对我们来讲，在7、8月的商务淡季，其实是可以弥补这个陆客不足的区块。交通部按算要用36亿的预算来应付杀秋天、寒天过来旅游的补助。在中国限制中国游客自由行了后，就随宣布，只有这种专制的国家才会绑架自己的人民，好来威胁别人。早就收到信息啦，细节方案嘛早就准备好势，就惊效果无好，这回提关补助的金额，自由行一个人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外岛搁加1000，带团的一团为3万到7万，含12岁以下囡仔买当免费去游乐园耍。啊，交通部长嘛跳出来骂中国，中共可能会停止这个陆客来台，所以在我上任之后。在总统的指示，院长的支持之下，我们就展开规划。相关的单位嘛有计划真侪应付的措施，不过敢真正会当减轻中国游客唔来影响未来，爱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拄则咱讲到，为新历8月初起，大陆暂停开放游客来到台湾自由行，对咱台湾的观光产业影响不哩大。也毋过嘛，互人看到高雄市的观光局局长潘景菊老神在在，因为按算讲，今年8月到明年2月，自由行的大陆游客差不多减31万人次。也毋过最近香港、澳门、东南亚的观光人数愈来愈侪，也就是讲大陆游客唔来，一客无鱼换别客钓，对高雄的观光产业应该是影响有限。高雄市政府为着变观光，真过来的做行销，唔拿请人来代言，活动更加是一场刷一场一日班，观光旅客嘛确实有变较济。唔过一届拄到中国暂停，和中国游客来台湾自由行，高雄观光产业嘛有无共的反应。陆客的话，其实也是占大概2-3成那边。10月初是他们大陆的那个长假。对，那我们的代价会影响很大。高雄这边其实有一些案子在进行，所以商务客的比例的话，还有来自欧美或者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的客源，其实都是蛮充足的。根据高雄观光局预估，中国游客自由行暂停，那一直继续到明年2月，旅馆业一超会落3成，差不多是31万人。为着补这个坑，会针对日本、韩国、海外华侨加强旅游的推广。我们在今年的10月，我们会用光辉的10月来串起整个光辉的10月的每一天。那希望能够吸引海内外这么多喜欢中华民国跟号召喜欢韩国语的朋友，能够来高雄旅游。
唔那锁定海外华侨，明年拄好就是打到改名改作高雄100周年的纪念，真适合对日本推广文化旅游。另外，根据统计，高雄市顶半年带旅馆的游客，香港、澳门上济，所来是东南亚、甲日本、韩国的旅客，中国游客自由行暂停，影响未讲真大。着重新马港澳东南亚的部分，希望透过东南亚、还有海外华侨、还有日韩这3块来把这30万可能流失的陆客补足。其实早伫105年，中国游客变少，影响到观光产业了后，高雄在地业者就一直咧拼转型，杀国际多元化，加上市政府真用心咧拼观光，即届暂停中国游客自由行，其实未有伤大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有关两岸的关系，来关心高雄线装的货船友泰1号昨昏半暝来到金门廖罗湾外海，和中国的军舰相撞，引起船头正平弄歹，该载无人受伤。这只友泰1号本来是要互中国军方押去厦门调查，落尾咱金门的海巡队接到报案了后，随赶紧派海巡舰来救，今晚要来了解相关的责任。我国击破轮友泰1号，那目前本艇正准备通过它左舷的位置，那并且对它的左舷船体做一个摄影收证，他们稍早查到的状况。高雄一个货轮友泰1号伫海下等金门海巡队做证据收集甲调查，因为31号暗时8点外，友泰1号伫金门廖罗湾，甲中国的军舰遇到，船头正平前面显有小可冒落。两船接近的时候因为没有遵守国际海上避风规则，采取适当的避风措施，那导致2艘船以船头对船尾的姿态互碰。那友泰1号没有任何船员受伤，它的船头受伤也轻微。迄当阵，中国的军舰佮想要甲友泰1号押转去厦门调查，好加在金门海巡队接到通报了后，随派2只顺风船去现场解护，接平安甲货轮带转来。该艘军舰以尾部受创严重，航行受限，必须立即进厦门港避难为由，拒绝停船。那之后就与巡防艇断绝通联。那由于夜色昏暗，巡防艇无法从外观辨识不明军舰的编号以及受损情况。因为迄当阵天色真暗，双方的航线灯塔接近的时阵无用无线电协调，才会发生下掉的事故。好加在无人受伤，目前专案交予海事调查这件代志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插播3个小连续上新的消息，先带大家关心，这是海面粪扫问题愈来愈严重。家人一寡创水味的人清3吨外的粪扫，教练带学员，逐年拢伫咧和平岛的海面清海，煞看到粪扫满世界，实在真惊人。因为海底拢看无美丽的珊瑚礁，拢全塑胶管还佫有粪扫捡袂完。教练呼吁大家讲，尽量莫用这款用一届就断掉的管才袂制造遮尔侪粪扫，大家做伙烧焦来保护海洋环境。搁要来关心天气变化，提醒大家今仔日同款真暗翕热，大台北、桃园地区可能穿甲超过36度高温，下晡有可能落西北雨，其中各地山区、嘉义南边的平地可能会强上大雨。气象局特别提醒讲，新历7月31到8月初3拄好拄到8楼的时间，特别西南部、东部沿海地势较低所在，流电这段时间的前后，要特别注意有可能的海水倒灌的情形，大家都要提心警觉有可能的淹水。过来关心，这是云嘉南会当讲是头一个智慧灯，就伫咧嘉义会当超路，阁会当算空气品质。伫咧各大旅游商圈到20趴电火，写一寡人来翕相拍卡，会当侦测到有偌济人经过，嘛会当显示温度，抑阁有湿度，提供相关的资料。另外，别位就会当用电脑控制光度，真现代化。市长王敏辉嘛特别讲到，希望互城市资料数位化，互嘉义变做一个智慧的城市。过来看到是有数预告讲，以后菜市卖、线卖拢爱照规定标示产地，像讲都爱写讲是台湾的猪肉，或者是纽西兰的高山果，而上少都爱有2公分大。一寡小食店、路边摊拢爱照品照行，也毋过嘛有一寡摊贩算讲安尼伤过搞工。这是生鲜的。看到有人客头家，就赶紧出来介绍每一种鱼啊。都甜的呢，天天都甜。另外一边嘛有头家咧解说产地甲甜度，为着互民众更加清楚每一种食品到底是为倒位来的，是由数未来嘛有新的规定。
像是这个老姜母，除了原本标示的价格之外，消署也规定未来就连这个原产地都要讲清楚。目前的规定是针对有公司登记的线卖食品，爱写产地。未来这个规定公告实行了后，所有卖线卖食品的业者，包括传统的菜市啊、甲普通的干仔店等等，拢爱标示。民国82年新规定，猪肉、鸡肉、牛肉、菜色、果子拢爱标示。111年含线卖四烧啊、甲鱼啊嘛，拢爱管理。像讲爱伫单位写清楚，卖是台湾猪肉，买当用插牌的方式写讲，这高山啊果拢是纽西兰进口的。产地国的梨形、长度甲宽度拢爱伫2公分以上。对这单头家冇无同的意见，就很麻烦啊，东西那么多，每个都要写，只是摆上用一下这样子而已啦，没有什么差别。是会请农民他们在水果的那个什么上面贴。现在这种传统市场是必须要慢慢的去改进。有人愿意配合，有人感觉真麻烦，民众冇无同的意见。产地有的时候是养鱼，他个人的照片也有，这样才可以呀。我觉得有点多此一举。他如果标假的，你也不知道啊。目前是预告期间会有2个月的一个意见征求期。开始实行了后，无标示的业者上济会罚款300万，若是标示无老实，更加是会罚到400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买卖，继续要来关心展示旧历7月初一开鬼门，大卖场中元节档期嘛起过，杀真济犹太。另外，某一寡大卖场调查发觉讲，南北二路人消费的惯势拢无啥相像，有人爱行旗，有人爱吊旗，有人爱仙草，有人爱豆花，像讲饮料凉的，运动饮料真有销。另外，北部人较爱啉汽水，若中部人是介意绿茶，南部人是介意乌麦仔汁，也佫有四小的部分。北部人介意糖糟饼，南部人爱食马铃薯片。另外，大卖场嘛办一个150秒上万块的商品，拍1.5折在你搬的活动。布条一坑，想拢毋免想，就先摕10几盒咖喱，刷落来拌牛奶粉，滑头再过来摕坚果。若另外一边，想不到叶黄素这么多人喜欢。赶快用上紧的速度，把永新饮料搬入去卖场的塞车。卖场举办150秒，1万块的商品1.5折，在你搬的活动，为中元节来炒话题。参加比赛的民众搬家是热扑扑，阁有人泡面，一夜都是16箱。甲卖场的塞车是他甲管。是比较高单价，平常比较少买的，既然算好，然后来大家看东西放在哪里。卖场办活动，就是因为每一年中元节的业绩，平均就占了规年度的1/3。不过中原普渡，全台湾各地民众爱买的物件，拢总无同。饮料类，除了有名的运动饮料，全台湾拢爱。北部人特别爱有气的饮料。若中部人爱啉茶，销量业绩特别好。伫咧南部，乌麦仔汁是卖甲下叫。若饼仔汤仔类，有名的雪提丝也是全台湾拢介意，1个半月会当卖10万包。北部人上介意苏打饼。若马铃薯饼伫咧南台湾是卖甲强滚。苏打饼应该也会吧，因为还是比较健康。最近实在太热了，就是会喜欢气泡或是像气泡水。洋芋片居多，就是那种乐事包的那种。那会买鳕鱼香丝吗？有我们也有买。南北消费习惯无相同，就连美食嘛无同款。但是无论民众介意倒一款的食物，卖场拢总有。中元节的活动提早来开始，就希望会当冲出好的业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开鬼门，在地事事康康继续要来看到家人的中元节已经传承165档，开基老大公庙嘛办闹热的开看门仪式，也就是人咧讲的开鬼门。经过烧香拜拜献礼了后，2点时间一个到，主位提锁匙开庙来看门，代表讲各路好兄弟啊，来到勇敢享受百姓普渡，祈求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大赚钱。拜。开基老大公庙人大家拢真虔诚的祭拜，因为上重要的开看门就要开始啊！宗亲会主位带大家祭拜，三生四果青花拢捧出来，搁一个献礼。今阿爸请出来，主位甲记录簿仔摕出来，将开看门的时辰甲大名写起哩。2点一个到，准时开鬼门。市长林佑昌嘛伫边仔做见证，主位提锁匙将阴阳两界的看门拍开，刷落放炮啊，完成仪式。宣告有165年历史的中元节正式开始。农历的7月1号下午2点整，一定要请那个老大公出来觅食了，到处去吃那个普渡了。
欢迎好兄弟来到阳间食一个粗饱。诸位提青放水灯甲游行的活动，日子就第14号，看门会第30号下晡5点关起来，民众嘛同款会当做回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转来去台中，看到太平宜昌路最近强一只台湾山猴，骹手真溜俩。不管是咧电轨条看板，抑个有青红顶含人的厝尾顶，安尼爬上爬落。有人看到这只台湾山猴，赶紧落野铺上网。嘛有网友回应讲，这只高山应该是为新社来的，因为新社较寒，伊才会坐民众的车落山。市政府农业局已经接到报案来抓猴。早起8点外，伫市区内底野头一日看，竟然有一只台湾山猴爬伫咧电线顶悬，斟酌甲看，这只热气的高山啊，伫都市闹区内底，甲电火线甲当作树枝，就算讲伊安尼减一支后骹，不过伊的骹手也是真溜俩。伊南面走南面停，佫会不闪时看下平，一目耳啊，佫徛起咧青红顶的顶悬，伫遐切切着，也若是忝啊，喙擘开爬哈一个。过路人，不管是行路也是骑车，看到这只台湾山猴，感觉有够趣味，拢停落来看猴，佮摕手机来翕，看这只台湾山猴爬过电火条啊，才佮搬去店家的招牌顶悬。不过这时伊看到有人咧来对，气甲掉骹顿地，佮叽叽叫。哪知哦，你咧生气啊？足侪工程都有啊，都在这附近跑啊。平地没看过猴子。应该从山上跑下来了吧？应该是老猴子的，应该是母的啊。这只无倒骹的台湾山猴，一透早就出现伫台中太平的宜昌路顶悬，引起不少人围咧看。事后民众把这个影片甲铺上网，果然有人闹话讲，这只猴啊是对这个新社天岭爬起哩民众的货车顶悬，去互人载落山的。嘛有民众讲，伊定定看到这只猴啊走来食金蕉。系啦。啊，尾后就一个讲放出去，放出去，我才有无啥啥，你无看我迄金蕉，你也看，你甲我食两鼻去啊！是讲这只高山啊，即马敢若亲像是戆山去，伫咧闹区内底安尼四界爬爬走，那想讲要甲掠，恐惊嘛无遐简单。诱捕笼或者是吹箭的效果都比较有限。然后如果他不小心闯入家里的话，就先把他困在家里，可以缩短那个围捕的时间。即马市府农业局已经接到通报，准备要来掠猴。嘛，呼吁民众唔通摕物件好食，嘛唔通用棍仔来甲赶。若是佫有看到这只猴，就紧来通报。记者综合报道。父亲节特别到啊，休困一日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老爸健康，因为老爸真辛苦，一款老爸因为食头路做事真无闲，三顿食外口较无运动，引起大肚痛的情形。知道蜜蜂有几只眼睛吗？请问一只蜜蜂总共有几只眼睛？蜜蜂有眼睛吗？6只，全确定。讲就3只好了。又不是2啦，3只啊。6比较有对称，这样就这样排列的。对，蜜蜂单眼复眼，它的眼睛有。你知道蜜蜂有几只眼睛吗？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一起动脑筋抢奖金。他的记忆什么时候会恢复？可能几天，也可能不会恢复。雅芝，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你可以跟我来一下吗？你们拍影片拍得这样不痛不痒的，吸引不了人家眼球的啦。那马拉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是龟。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好可爱！少女心，你知道这少女据点，这它的名字是叫什么？棉花糖。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字，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官，做官的官。这个意思就是讲古早的朝廷，即卖政府机关经过任命有官级的公职人员。另外文音读做官，像讲器官、五官拢爱读做官。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大官，原来是安尼写。这个意思就是讲结婚的查某人，因翁的老爸叫大官。第二个词都爱读做官，叫做器官，就是咧讲咱生物体内有各种组织组合，有固定功能、形态单位。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合做伙。譬如讲，因大官真疼伊，甲伊当作是查某囝共款足疼惜。为了要救新妇的性命，捐器官予伊，上尾两个人拢平安无代志。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官，另外文音读做官，提供予大家参考。
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人咧讲第一讲做皇帝，第二讲做头家，那第三讲是做老爸。老爸真辛苦，一寡老爸拢因为食头路，做事真无闲，三顿食外口，较无运动，从而引起到大肚痛的情形，腰愈来愈粗。像讲这个大肚痛代表健康有问题，根据国健署上新的调查，民国107年腰围变粗的比例53.9%，也就是平均测2个都有一个有这款问题，其中女性10个都有6个腰围伤过粗。医生特别提醒讲，大肚痛代表腰的油伤过济，若肝伫咧代谢的时，就引起到问题，较会引起到心血管的症头、高血压，也佫有糖尿病。摕印制笑量腰围，撕开搁再撕开，出刀到单，乱眼眼对家己身材要求足严的，袂使有一丝仔走样去。这个数字是69.9。不过，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107年咱国人腰箍变粗的比例有53%到遐悬，其中查甫有49%，若查某就有58%。因为腰箍伤过头粗，尤其是女性有58%哦，那也就是说10个人有将近6个女生的腰围是过粗的哈。对我们这个10大死因，在107年哈，大概有5大疾病跟它是有关。上班族平常时也欠运动，长期郁滞调着，大部分人佫是这个外食族，有的难免都爱应酬，安尼，互这个二两油蹲伫个腰的腰箍就会变粗，当然健康就会倒红灯。例如这个三酸甘油。甲血糖会伤过头悬，统计讲40岁以上的民众内底，都有35%的人有这个代谢的症候症。不过偏偏就是有一寡民众因无这个警觉性。国健署调查发现讲，伫个40岁到64岁的族群内底，有13%的人毋捌量过因的腰箍。若这个65岁以上年纪较大的人，有3成开年地都毋捌去量过。因为腰有外粗，在我们腹部的脂肪堆积代谢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肝脏对于脂肪的代谢，尤其是游离脂肪酸的一个代谢，那间接就会进一步造成我们胰岛素的代谢的异常。为着避免去染致到慢性病，除了爱控制体重，腰痛苦嘛爱去甲量值。上简单的测量方式是，查甫的腰围唔通超过90公分，若查某的唔通超过80公分。假使讲若比这个标准值较悬，安尼就是伤过头大箍。建议民众平常时就会当提醒这个厝内的人去量一个腰痛箍。虽然讲真无用咧工作，不过健康嘛都爱顾。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爱张弛来看到这个月可能是风台大出的时间。中央气象局讲，即马伫咧南海到菲律宾海面的大气压带已经慢慢变做是低压系统。若是拄到大气环境有配合，下礼拜可能就会变做热带性的低气压，嘛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做今年第8号风台。另外，气象专家嘛讲，根据美国预报资料，今年8月一直到9月初是风台活跳期，会超过往年，煞来可能就有一寡风台慢慢形成。运动场顶的球员赶紧走去庇护。南投的下晡闪大雨，中央气象局1号下晡针对新竹、苗栗、台中、南投来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太平洋高压往北甩，下晡时来闪大雨的范围会增加。气象局也提醒，这几天唔若爱注意闪大雨。按8月开始进入风台期，目前伫咧南海到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气流。气象局讲，后礼拜有机会发展做热带低气压。1周以内是有可能有些热带系统发展起来的。菲律宾东方海面，还有在关岛的东北方海面都各有一个气压的环流。菲律宾东方海面的这个低压环流是有机会在下周的时候发展成为一个台风，是不是有机会来变做今年的第8号风台，还佫需要评估。不过气象专家表示，因为南海到菲律宾海面有西南风甲太平洋高压，加上烧落的气流，拢是风台的生成的原因。根据美国的资料对比，8月时平均测拢有5至6个风台，9月4、5个风台，但是今年8月开始一直到9月初，风台活动的指数拢超过参考值，就要更加来注意。现在看起来台风是一颗接一颗了哈，那下礼拜应该也都还会有台风形成。另外，这几天受到今年第7号风台威派的气流影响，拜6到后礼拜1，东北部甲恒春拢会有局部的阵雨，其他地区嘛要注意西北雨。到了后礼拜拜2、拜3，低气压往北甩，
东北部甲南部地嘛会有局部阵雨的发生。气象局也提醒，刷落来是风台活动期，民众休乐要出去佚佗，就要来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出去外口真侪人唔住旅社，唔住饭店，住这款算工租的套房，安尼较俗。也毋过这是违法的，即嘛愈来愈侪踢倒价。高雄这间业者已经营业7档的时间，不二个业者一直咧纳罚金，互主管机关开22张的罚单，生意煞愈做愈大。即嘛拢总有7个营业所在，市政府大侦案，观光局也佫有警察、消防人员、台电水道水公司做伙来到现场查，禁水禁电，即嘛看业者要安怎趁食。打广告要甲这间厝断水断电，现场佫有警消戒备，刷下来换台电甲水道水公司的人来拆水表电表。这回带头的是高雄市观光局，因为这栋建筑物其实是违法算工的咧租的套房，真正是有够咸的。这间叫做日光水办的业者已经做7年啊，拢总红开22张罚单，所以也是增加到7个营业地点，拢总红罚256万。你又没有来缴。那我们在复查的结果，你又继续营业，那我们才可以最后就是强制执行。那安怎法拢唔惊？看卖业者伫网络顶的宣传的相片，大家拢装潢甲真水，有餐黄色的北欧的风格，佮有真浪漫地区的地中海风格，甲气氛真特别的中东的风格，价小拢敢若1000通块尔。对牌仔客甲普通的人客来讲，真正是足俗的。日本可以有民博法，韩国也同意这样子的共享经济，那为什么台湾不行呢？卖想讲俗个舒适的套房就是好货，业者大部分拢无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另外消防设备甲导生的路线嘛无合法的旅馆，有市政府各主管机关咧顾做甲遮尔好。目前高雄市委今年到今已经罚79件啊，罚金有成千万，差价遮尔严，就是要为游客甲品质顾好。记者综合报道。向开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看到这个画面，这不是枪支拍到大灾坑，这个功夫确实有练过。这是用篮球伫咧半空中30公尺的半空中会当投入去内底，功夫实在真在吧。蜜蜂有几只眼睛吗？请问一只蜜蜂总共有几只眼睛？蜜蜂有眼睛吗？6只，确定。3只好了。这不是2啦，是3只啊。6比较有对称，这样这样排列的。对。蜜蜂单眼不眼，它的眼睛有。你知道蜜蜂有几只眼睛吗？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一起动脑筋抢奖金。他的记忆什么时候会恢复？可能几天，也可能不会恢复。雅芝，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你可以跟我来一下吗？你们拍影片拍这样不痛不痒的，吸引不了人家眼球的啦。那马拉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你是龟。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这真的好可爱！少女心，你知道这少女必点，这它的名字是叫什么？棉花糖咸酥鸡。我只能说完全无违和，它完全就是跟这个酸甜的这个甜辣酱完全就是融合在一起，她们就是闺蜜，跟我们一样。张张。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5号世界大代志要来看到美国哈林篮球队投篮球的出头特别多。这届坐飞行线挑战伫咧30公尺高的半空中，差不多是10站楼悬投篮球。飞行线也有篮球坑一直刷叮当。不过咱看到这个球员，伊共款真准，一下就会当投入去。可能进前已经练真久啊，互人看甲目睭唔甘呢。Parasailing trick shot。坐飞行线对天顶来投篮球，敢若看到这个球准通过球网啊！咱慢动作搁甲看一遍，这个篮球架是对海用咧电动海，不过这个篮球就亲像有装导航同款，家己会来找这个篮球架啊。I've never seen anyone do a trick shot from a parasail to a moving boat。这个全球有名的美国哈林篮球队挑战坐飞行线来投篮球，这边是大桥的名称球员迈克罗金来上阵。球员先坐飞行线伫个30公尺高的天顶咧等待，另外一只载篮球架的快船对这个码头出发。Gotta wait for the boat to get under me, and then I'm gonna take the shot. Wow, this really takes a lot of skill on the driver's part.
这项表演上困难的所在是伫个这个飞行线甲篮球架拢咧刷震动，还佫爱考虑到海风的强度甲风向，安尼唔但咧考验球员的精准度，嘛咧考验驾驶的稳在度。I had to shoot the ball at an angle with a parabola of 32 degrees. It's really hard to do. 当这个篮球架拖过飞行雨伞的下边的时，球员都爱上准时机来出手，就算讲差1万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失误。不过球员嘛是甲结甲准，唔拿来完成挑战，嘛互哈林篮球队这块金字招牌金闪闪。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要来看到中国大陆这几天出现各种无同的气候现象，像讲河北这个万里长城的金山岭落大雨了后，出现真罕去看云海景致。另外，这是湖北武汉嘛出现到天寒地烧透这款雨雾的情形。落大雨嘛引起到吉林中村有灾情，一丛大樟树因为透早落雨规倒落来，煞甲轿车地变。此时此刻，金山岭。大雨了后，中国大陆的金山岭长城出现积水的云海奇景。伫云海内底的长城，马尾仔咧见现，过来斗出路的山景，互人感觉足壮观的。有真侪爱摄影的人拢走来翕这个罕你看会到的奇景，讲这个云海是10年来奥利都等会到的。刚才武汉下了场暴雨，然后看那边，然后天就像破了个洞一样，你看那边，这边都没下，就那边都下了20分钟的雨。伫咧湖北的武汉嘛，出现罕你看会到的奇观，伫一吨乌云的下边，雷公死呐，铿叫，正做一个天地相连的雨蛇奇观。看到的人一直咧讲，天顶亲像出现一蕊目睭，嘛亲像天破一空，雨安尼一直下落来。伫吉林中村这几天嘛上大雨，落雨的天气结束这个外面2礼拜的烧热，不过民众都还袂赴休喘咧，大雨就已经造成灾情啊。大树起大风雨，伫树头遐甲拗断去，上伫个这台轿车的车顶，就安尼甲轿车甲撼扁去。好哩加载车内的2个人拢无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古早历史册看到形容几啊草莓乌天暗地引起真大的灾害，无想到即马这个时代共款有几啊草莓酸长的情形。这是中东的国家叶文为新历6月28起，首都山那拄到今年热天第2波沙漠的几啊草莓灾害，上千上万只的几啊草莓亲像行山走石，甲产地也未收成的农作物拢食了，害叶文的百姓大家都哀天叫地叫苦连天。天顶出现规大阵的草莓啊，不管叶问的民众安怎画、安怎赶，拢无路用。包括叶问首都山那在内真侪所在，拢已经拄到今年热天第2波的沙漠虫灾，有种农作物的所在拢走袂过草莓的灾难。يعتبر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أخيرة من مراحل الحوريات التبادلات. الآن يومين تبدأ تتحول إلى حشر كامل. 专家估计，这草莓啊，短短24点钟食到的物件，等于会互35000人腰巴肚无饭通食。农业专家讲，要避免虫灾造成的严重的危害，其实真简单，加喷杀虫剂，唔乃当害死真侪草莓啊，卖当互因未生甲遮紧。不过对一直咧来战加上要技术长的叶问来讲，农民含买杀虫剂钱都无。الوقت الحاضر ان علينا خسائر باهظه وان نحن الان في هذا الوقت الحاضر نحن بنتمنى ان ندبر اي على الاغنام حقنا。联合国牛农组织警告讲，也门甲附近的国家爱面对的旱灾，今马才打开始尔，未来3个月灾情可能会更加严重。来要求相关的国家提出有效的杀虫的对策。联合国嘛考虑要春秋到3天。记者综合报道。你知道蜜蜂有几只眼睛吗？请问一只蜜蜂总共有几只眼睛？蜜蜂有眼睛吗？怎么会6只，确定。3只好了。又不是2啦，3只啊。6比较有对称，这样这样排列的。对。蜜蜂单眼复眼，它的眼睛有。你知道蜜蜂有几只眼睛吗？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一起动脑筋抢奖金。他的记忆什么时候会恢复？可能几天，也可能不会恢复。雅芝，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你可以跟我来一下吗？你们拍影片拍得这样不痛不痒的。
吸引不了人家眼球的啦。那马拉松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你是龟。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好可爱，少女心，你知道这少女必点，就它的名字是叫什么？棉花糖咸酥鸡。我只能说完全无违和，它完全就是跟这个酸甜的这个甜辣酱完全就是融合在一起，它们就是闺蜜，跟我们一样。江江，超美！你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甜点？它下面就是那个绵软，我也想吃，我喜欢。以前可能拍戏就是真的是我拍完戏我就走，因为我觉得工作是工作。有一天没有他的戏，他拿热的肉桂卷，然后给大家吃。我在全民最大档的一段时间，那真的是叫痛，就 Q 到我背了一整个晚上，我瞬间空白。那时候压力大到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不是在表演，已经是行尸走肉。请锁定台湾名人堂。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势均力敌的鬼才大战，但笔数却令人傻眼。请问慈母手中线的下一有只身上衣。五言律诗会有几个字？我是二错。卡萨哈密达是什么意思？谢谢。藤原拓海是哪一部动漫的？头文字 D。台湾首间开放男生穿裙子上学。板桥高中。台湾哪一种地形占面积最广？占地。我媒体都按啊，但是那边在亮。宿舍没有资格说话。这个比例需要念吗？我们自动回做。这样吗？快下载17App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他的记忆什么时候会恢复？可能几天或几个月、几年，也可能不会恢复。雅芝，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你可以跟我来一下。你们拍影片拍这样不痛不痒的，吸引不了人家眼球的啦。那马拉松我们现在怎么办啊？这不就来了吗？哦，你是龟。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你知道蜜蜂有几只眼睛吗？请问一只蜜蜂总共有几只眼睛？蜜蜂有眼睛吗？不要6只，确定。然后3只好了。又不是2啦，3只啊。6比较有对称，这样排列的。对。蜜蜂单眼复眼，它的眼睛有。你知道蜜蜂有几只眼睛吗？快下载17App，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一起动脑筋抢奖金。他的记忆什么时候会恢复？可能几天，也可能不会恢复。雅芝，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你可以跟我来一下。你们拍影片拍这样不痛不痒的，吸引不了人家眼球的啦。那马拉松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你是龟。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好可爱，少女心，你知道这少女必点，就它的名字是叫什么？棉花糖咸酥鸡。我只能说完全无违和，它完全就是跟这个酸甜的这个甜辣酱完全就是融合在一起，它们就是闺蜜，跟我们一样。江江，超美！你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甜点？它下面就是那个绵软，我也想吃，我喜欢。以前可能拍戏就是真的是我拍完戏我就走，因为我觉得工作是工作。有一天没有他的戏，他拿热的肉桂卷，然后给大家吃。我在全民最大档的一段时间，那真的是叫痛，就 Q 到我背了一整个晚上，我瞬间空白。那时候压力大到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不是在表演，已经是行尸走肉。请锁定台湾名人堂。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
势均力敌的鬼才大战，但比数却令人傻眼。请问慈母手中线的下一个儿子身上衣，五言律诗会有几个字？我是二错。可萨哈密达是什么意思？谢谢。藤原拓海是哪一部动漫的？头文字 D。台湾首间开放男生穿裙子上学。板桥高中。台湾哪一种地形占面积最广？占地。我媒体都按啊，但是那边在亮。宿舍没有资格说话。这个比例需要念吗？我们自动回做。这样吗？快下载17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他的记忆什么时候会恢复？可能几天或几个月、几年，也可能不会恢复。雅芝，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你可以跟我来一下。你们拍影片拍这样不痛不痒的，吸引不了人家眼球的啦。那马拉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啊？这不就来了吗？哦，你是龟。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你知道蜜蜂有几只眼睛吗？请问一只蜜蜂总共有几只眼睛？蜜蜂有眼睛吗？不用6只，全确定。讲3只好了。又不是2郎神，3只啊。6比较有对称，这样排列的。对。蜜蜂单眼复眼，它的眼睛有。你知道蜜蜂有几只眼睛吗？快下载17App，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一起动脑筋抢奖金。他的记忆什么时候会恢复？可能几天，也可能不会恢复。雅芝，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你可以跟我来一下。你们拍影片拍这样不痛不痒的，吸引不了人家眼球的啦。那马拉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你是龟。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好可爱！少女心，你知道这少女必点，就它的名字是叫什么？棉花糖咸酥鸡。我只能说完全无违和，它完全就是跟这个酸甜的这个甜辣酱完全就是融合在一起，它们就是闺蜜，跟我们一样。江江，超美！你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甜点？超漂亮！它下面就是那个黏润，我很想吃，我喜欢。以前可能拍戏就是真的是我拍完戏我就走，因为我觉得工作是工作。有一天没有他的戏，他拿热的肉桂卷，然后给大家吃。我在全民最大党人。我是希望说，在我工作之余当中，他们能够常常来我店里，不管是吃饭、帮我也好，我至少都能够在他们身边。对我而言，纸张是一个把梦想实现的桥梁。我有很多的梦想，我很希望把我这辈子所感受到的美好能够分享出去，而纸张是一个成本最低、最容易分享的媒介。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插台关心，这是墨西哥办一个三明治嘉年华会，为世界各地高手大家做伙来做一个长72公尺、超大型的三明治，内底包菜色果子、哈姆、烘肉，也有海产，声规世界拢总30万的游客，大家来斗热闹。新闻上要插台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知道蜜蜂有几只眼睛吗？请问一只蜜蜂